人均400幾蚊就可以住到有私湯仲要有海景嘅5星級酒店。想知道係邊間嘅話，就記住要睇埋落去啦。呢間係位於南紀白濱嘅萬豪酒店，推薦自駕遊嘅你哋揀呢一間酒店，因為酒店會有免費泊車位提供。日本嚟講呢一間酒店嘅面積非常之大，有成42平方米，基本嘅房間設施都有齊噶啦，乾濕分離嘅浴室空間啦，而洗手盆嘅位置絕對夠2個人同時使用嘅。不過重點就梗係呢一個風景絕佳嘅海景私湯啦。白濱溫泉呢係日本3古湯之一，係和歌山縣入面著名嘅溫泉區。浴池嘅面積都幾大，坐喺度伸直對腳都冇問題。日頭望出去個景呢，可以話係靚到爆，喺度浸住溫泉放空下，真係好 relax。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嚟住2晚。酒店大堂好 grand， 我哋入嚟嘅時候有服務員幫我哋將行李送到上房，仲有免費梅子飲品。房有提供洗浴用品，如果要洗手用品就可以喺大堂自取，仲有兒童浴袍添。follow 我同埋留言加1，我就會將酒店嘅優惠鏈接 send 俾你啦。咪走住，自駕嘅話仲可以去埋圓月島、千蝶夫同埋南紀白濱漁獲市場食嘢。呢個市場呢都幾多香港人㗎。